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甲乌克兰将发布联合声明哦。乌克兰是愿意来接受美方提出随停火30天的建议，美国嘛会恢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甲进步的交换。另外，美欧双方嘛达成共识，要签扩散资源的全面协议。美国总统川普是表示讲，伊嘛愿意搁再邀请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来访问北京哦，嘛希望讲罗西亚会当接受停火协议。 美国甲乌克兰11日咧所第几大的高级会谈达成共识。乌克兰接受美国方面所提出的停火30天的建议，伊若华府是恢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抑个情报分享的作业。美国乌克兰会后拢强调，这马球是伫咧俄罗斯的手内，看因安怎回應。Now, hopefully, we'll take this offer now to the Russians, and we hope that they'll say yes. That they'll say yes to peace. The ball is now in their court. Ключ, як навіть написано у спільній заяві, ключ сьогодні саме у російської сторони. 根据美国乌克兰共同声明的内容，乌克兰首先感谢美国对乌克兰和平所做的努力。乌克兰也传好虽接受停火30天的建议，停火协议伫双方同意了，会能够继续延长。不过就要看俄罗斯的态度来决定。另外，停火期间，乌克兰甲俄罗斯双方会进行交换战俘，释放被关押的平民，抑个互俄罗斯强迫带走的乌克兰囡仔会当登记英国来。伊拉各方面也开始任命谈判团队，启动乌克兰永久和平的谈判。乌克兰也再一遍重申，谈判过程将有欧洲国家参加。Американська сторона розуміє наші аргументи, сприймає наші пропозиції. І я хочу подякувати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у за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ість у розмови наших команд. 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乌克兰本来是提议部分停火，包括停止远程突击、无人机攻击、甲乌海军事攻击。不过上尾也是接受美国的全面停火建议，也同意赶紧签署美欧扩散协议。美国总统川普讲，伊将会伫这2天甲俄国总统普京讨论停火协议，希望俄罗斯方面会当接受，也欢迎泽伦斯基重新访问北京。That's a total ceasefire. Ukraine has agreed to it, and hopefully Russia will agree to it. Is Zelensky invited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Sure, absolutely. 包括波兰总统图斯克、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宏、英国首相史卡尔等欧洲的重要领导人，拢对这边的会谈表示肯定，也希望乌克兰会当量早实现永久和平。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